100多年嚟，東華致力幫助有需要嘅香港人。以下4位東華同事一直發揮東華精神。葉建新唔做建築師，投身特殊教育。作為老師，我想令佢哋生活得更容易。黃明明喺義莊服務先人幾十年。最緊要照顧啲嚟拜祭先人嘅親友，咁多年佢哋已經當我係自己人添。保安員鄭志輝盡忠職守服務住客，有時好似一家人咁。劉敏如醫師致力傳承中國醫術。作為醫師，醫術固然重要，但是關愛同樣重要。看待病人就如家人一樣。我哋會堅守東華精神，為更多有需要嘅人服務。東華與你以心導航，歡迎你加入東華3院呢個大家庭。